桃园市民进党3连败议员由5号涉诈领助理费11档。桃园地检署今仔侦结，针对由5号甲伊的查囝计共10个人提起公诉，嘛不受犯罪所得356万。 民进党籍3连败通市议员由5号，被指控涉嫌诈领助理费，今年8月封羁押。通地检署伫侦办了后，认定由5号和伊的查某囝，佮有相关人士等10个人诈领助理补助费，金额是有到356万遮尔济，则被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对伊提起公诉。尤姓议员于担任第1届至第3届市议员期间， 虚报人头助理诈领助理补助费案，于今日侦结起诉，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所得356万余元。 检方指出讲，由5号对2014年的12月25开始做同市议员卡单，明明知影助理补助费并不是议员薪资的一部分，嘛知影讲不是对议员个人的实质补贴，所含做公费助理的第2个查某囝和第3个查某囝做伙同谋，写不实的内容宣布薪资，佮制作不实的聘书，用虚报和假薪宣布这个方式来诈领和铺报助理费。 经检察官侦结，认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、利用职务上诈领财物罪及使公园登载不实等罪嫌。针对由5号涉嫌不当处理助理费，获检方起诉。民进党桃园市党部嘛表示讲，尊重司法侦办的定数，当事人若是有违法失当的行为，应该依法来负责，绝对袂维护家己人，嘛袂闪。接落来会照党内纪律机制好好处理，嘛希望司法较紧来厘清事实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